咁大家好，我係 Raymond。咁又留意開美股投資市場嘅投資者啦，咁都會知道其實美股最近嗰個市場咧其實係做得都算係幾弱勢嘅，咁都回調咗好多啦。咁如果你睇翻恐慌指數嘅話咧，其實喺錄呢條片嘅時候咧，咁就大概已經升到上去接近30嗰個水平啦。咁其實都係一個算係幾高嘅一個數字嚟嘅。咁個市場都係幾擔心之後後市個走勢啦。咁歸根究底，其實咩令到美股個回調幅度比較深呢？咁當然一啲經濟數據或者係一啲政策上咁當然係困擾住投資者啦。譬如係我哋見到其實美國無論係消費者又好或者投資者又好咧，其實都預期翻之後個通脹會升嘅。咁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可能冇咁容易轉向一個比較寬鬆嘅貨幣政策啦。但係同一時間咧，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咁大家不斷睇新聞都知道啦，就會同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有一個可能係加關稅啊，唔同嘅商品都會加關稅，令到咧嗰個貿易嘅不確定性好高嘅。咁就啲商人佢哋就唔係咁願意去做一個比較中長線嘅投資，因為唔知佢關稅會點做嘛。咁所以相對上就令到個經濟有啲弱。咁但係歸根究底咧，其實因為最緊要嘅原因咧就係過去嗰2年其實大家有印象就係美股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嘅。咁所以變相咧就係令到個美股嘅估值咧都係好高噶。喺出業績之前咧，如果你睇翻個市盈率咧，基本上就已經去到翻疫情時候嘅水平啦，或者甚至乎去到2000年科網股時候嘅水平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啲投資者咧係只要見到一啲消息，只要係冇預期咁好咧，佢哋就會擔心就係可能呢一個咁勁嘅趨勢咧係維持唔到落去嘅話咧，咁佢就寧願先行獲利去離場咗先。咁因為累積咗唔少升勢啦，咁所以其實呢啲 take profit 嘅盤咧都係唔少，咁令到個股市咧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回調嘅。咁好啦，咁但係實際上對於大家嘅組合嚟講，有啲咩可以做咧？咁首先第一就係我哋其實都相信咧，你個組合係應該要做啲中長線嘅投資，我哋就唔會單純地好簡單就話，一見到而家可能個消息差咁就即刻要全部要沽貨走晒，一股美股都唔留，我哋唔覺得應該要咁樣做嘅。反而調翻轉係，可能你本身有一啲美股嘅倉位，佢哋好集中喺一啲增長類型嘅股票，佢哋已經做得好好啦。咁你可以咧點做咧？可能係將你部分獲利嘅盤咧轉去一啲防禦型啊或者低波幅嘅股票入邊。咁我哋見到其實呢啲相對上咧比起 M7 為主嘅一啲傳統指數啊或者增長類型嘅股票咧，咁相對上佢嘅抗跌性比較好啦。咁令到咗喺之後咧就算個股市有啲波動咧，你都係令到成個組合個波幅咧冇咁高嘅。咁呢個其中一個選擇啦。另外一個選擇就係可能你都仍然會仲有啲錢想繼續去買個投資市場，因為基本上就係人哋好恐慌嘅時候你買，其實相對上個回報可以仲有機會會好啲嘛。好似我哋之前睇過咁，其實喺 FX 譬如可能喺個恐慌指數 VX20 或者係25-30樓上咧，咁你越個 VX 過去睇翻啲數據啦 ，VX 越高嘅時候你買佢之後個回報有機會好啲噶嘛。所以其實你仍然有新錢嘅話咧，都可以考慮下買佢嘅。咁亦都係可以啦。如果你係擔心個波幅會大，可能個回調未完嘅話，可能你就可以分段買佢一啲防禦型股票啊，或者一啲低波幅嘅股票類型。咁呢啲相信喺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基金啊或者 ETF 啊都可以幫到大家嘅。